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去年第四季 GDP 是12.68%，另外去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是8.63%，是15年来新高。前主任检察官陈正达和前经友会省院的站长伫高雄大树乱倒废弃物，一审了后，法院裁定交保检方要控告。国造畅水南海军号头一甲进行潜航测试，今早起搁再出海，风声是要挑战畅100米深，下晡有顺利回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30 AM 新闻，我是嘉豪。过年伫要到嘛，总统赖清德呢，今仔去到花莲勉励空军部署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部队，而且也有特别进入战术中心车，了解这防空的效能。来讲到最近呢，这中共有2个大官号去互是军兵处理起来，外界也伫咧关注这台海局势变化。不过，美国的国务卿鲁比奥就表示讲，对台行动是军兵的历史小兵，袂因为其他事件就来改变。新正进前，总统赖清德去花莲，视察部署天宫3型防空飞弹的空军部队，嘛去海军海防第7中队视察向2、向3反舰飞弹，也有纪录军华防部感谢去年去花莲共互相救灾的国军，嘛把握机会甲条约发声，支持各方预算。希望朝野政党能够在国防、国家安全议题上放下歧见，为我们自己的子弟兵，为守护主权争取更多预算，投注更多资源。中国继续用武力恐吓，自到国际型联合战备警巡，派26架次的中国军机、6架次的中国军舰，甲1架公务船扰乱台湾。美国准官员警示，美国当面临中国各种的威胁，已经甲日本、菲律宾、台湾等等印太东坡合作，共同对抗网络的攻击。We're doing it on a daily basis. Certainly, there's opportunity to do more, but there's a very deliberate approach and campaign plan to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川普提名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罗德接任美国国家安全局甲网络司令部。罗德讲，伊伫印太战区的经验真丰富，对中国有真深的理解。另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甲参谋长刘振立了一个红事透露，引起中国拍台湾可能性的讨论。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讲，政府会真谨慎。也若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讲，美国嘛真关注中国军方高层人事调动大洗牌的情形。This is, I think, part of a pattern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which is a purge of leaders in their military. The situation on Taiwan is a G legacy project that he's made very clear that that's what he intends to do, and that's going to be irrespective of an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针对外界联想，美国攻击委内瑞拉会影响中国对台湾的行动，罗比奥认为讲这并无正确。伊分析习近平是把台湾当作是历史的使命，袂因为其他的事件来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主计总处今日公布，去年第4季 GDP 是12.68%，就是受到商品出口凭预期更较好的影响，出现这38年来高一季的新高。另外，去年的这经济成长率是8.63%，也是这15年来的新高，凭南韩、新加坡、香港更较高。去年顶半年，台湾经过美国对顶关税影响，出口的量有减少。不过到下半年，台湾的外销毋但无减少，电脑还阁持续成长。根据主计总处30公布，台湾去年第4季 GDP 预估是12.68%，创下38年来高一季的新高。第4季蛮明显的就是车市恢复。车市是在后来有加码减征货物税嘛，9月份开始实施的，那它有那个效果出来。拜 AI 蓬勃发展所赐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晶片的出口，在 AI 伺服器的出口，远远的出乎我们的预期。出口本来就占我们的整个 GDP 的组成是最大的一部分，那又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成长，所以当然就整个拉抬了我们的这个 GDP 的成长。台湾从去年开始，为第1季的 GDP 5.54%，了后每一季拢有成长。去年第4季有到10%以上。观察去年韩国 GDP 是1%，香港3.5%，新加坡4.8%，也若台湾是8.63%，创下15年来新高。根据进前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若是以全球50大经济体的 GDP 来估算，第头名的是美国，过来是中国、德国、日本甲印度，也若台湾是排22名。观察国内研究机构对台湾今年 GDP 的预测，嘛拢伫咧4%以上。税率是比预期中来的好，而且跟世界各国的竞争差距又在进一步的拉近。在2025年，那我们面对对等关税受到伤害的这些产业，
那在现在2026年，它可以重新再找回它出口动能很重要的原因。学者认为讲，台湾今年 GDP 有可能会当保持，除了关税确定、无确定性的因素消除，加上其他的国家拢需要台湾的晶片甲 AI 服务器，唔但带动外销的表现，嘛促进台湾 GDP 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有人拍护理人员来看这南投德山的东华病院，早起发生急诊暴力事件，一个食酒醉弄着头姓肖的查甫人，那对协助指挥两个护理师起骹动手，甚至搁在攻击落尾到现场的两个警察，说去互压制上班。护理师工会是呼吁讲，医疗单位呢就要建立演练预防暴力的 SOP， 才会当自保。倒伫急诊室面头顶的这个查甫人，随着毅力胶，也搁对护理人员起下动手。南投县德山镇东华病院30早起发生暴力事件，50岁姓肖的查甫人啉酒醉，头遐讲着血流袂停，送来病院。两个护理师要甲伊指挥注射时阵，互伊攻击，用手挥拳打到脸，然后还有导致我现在还是头很晕，对，这边有点肿胀。医疗暴力是零容忍那这一点在各大医院的急诊都是视为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不可侵犯的一个防线。病院强调，绝对无法度用冷暴力，因为护理师的头甲手脚有震起甲刺伤。警方到现场时阵，这个查甫人也是嘻嘻叫，也阁想要攻击警察，结果被当场压制。这么依照违反医疗法甲伤害罪嫌，移送地检署。将酒醉之肖男先行压制，并带返手内保护管束。本案处理过程中，分别造成2名医务人员及2名员警轻微受伤。后续将以医疗法及伤害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检署侦办。当一个喝醉酒的人他到急诊就诊的时候，我们的警卫就会在他附近，就是说预防他有失控期。那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有 SOP 啦，那他们也要演练啦。袂晚年啊，真侪人食马的时阵拢会啉酒。护理师工会支持进前卫福部处长林正仪所提出的无国化的政治隔离式，互啉酒醉的人暂时一个人伫咧遐冷静，也希望各病院的急诊室才有预防暴力的 SOP 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北屯早起发生火灾，有几类店面拢烧起，包含这家具店在内有8户，而且附近还有加油站。经过抢救活斗的时阵，有甲火势控制落来，加在是无人伤亡。也那这火灾原因，佫需要调查。到场之后，现场已经多户燃烧，现场的构造呢，我们现在评估观察大部分都是铁皮构造那辐射回馈很大。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他们现场有大量的可燃物一开始的火势非常的猛烈，辐射热也很高。我们出动了39车82人到场，现在进行扑灭抢救中。台中北屯的中德路和天津路这个路口呢，早起发生火灾，对于一间碰床店先烧起来，再拖到隔壁，规排有8间的铁厝建筑物拢烧起来，而且附近还有2间加油站是变甲真危险。消防队随救防烧线也派真侪消防人员来压制火势，活斗的时阵有甲火势控制落来，加在是无人伤亡。那这火灾原因佫需要调查。讲到台中丰原的丰坑牧场，这2家去挖到禽流感，暂公布有问题，技能有袂到台北市苗栗和台中啊。不过这台中业者强调讲已经落价咯。啊，那苗栗有一间上元商行，有近4640斤的鸡卵。县政府表示讲消费者会当去退货。啊，那目前全台湾已经有7大饲鸡场挖到这禽流感，卫福部也呼吁民众唔通接触饲鸡场，也就要防止病毒喂互人。天门破开，员工准备要治疗。台中丰原航空牧场的卵鸡爆发禽流感，台中市府公布流向。台中有7间做食的家因进货，包括1间伫咧西屯区9号码头的现炒店。员工讲买鸡卵是同事之间私底下进货家己食，并无卖互人客。跟同事他进，我们只是跟他自己同仁几个在吃而已我们没有对外，也没有对客人，那个完全都没有了。丰原业家挂包嘛伫咧名单内底，业者讲知影的时阵已经全部落市，嘛甲牧场退货，找其他的公司进货。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立马就是全面就是下架，
就把蛋都先收起来，然后我们先去附近的全联应急先买一些蛋，然后隔一天就先进其他人推荐的牧场的蛋这样。禽流感爆发了后，市府监控市场的价销，目前鸡卵一斤47块，鸡肉一斤差不多36块半，甲往年差不多。后续也会密切观察。鸡肉或者蛋因为它有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有这个波及到价格，现在还没有。不过未来会不会有，我们会密切观察跟注意。苗栗县的相关商行到1月27为止，拢总甲航空牧场进货4640台斤，卖予附近的山客。调查3查无营业，不过有大退货的公告。购买这个蛋的客户几乎都是附近的这个住家，也就是他是一个传统的蛋商哈，他也已经在他的店面贴了一个公告，告诉所有的消费者，如果还有蛋，也可以进行退货。苗栗县卫生局强调讲，消费者若要食卵，都要食全熟的，或者是60度煮超过10分钟，就会使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为什么一直咧宣导讲自细汉就爱了解性教育，就是要预防这条新闻这款代志？这台南官店有一间私立补习班，现场的查甫老师涉嫌对2019年开始伫咧便所内面采用摄影机共偷袭，而且佫趁该作业或者是囡仔伫咧困到时阵，对囡仔骹来手来，一直到去年有查某学生伫咧学校写性别学习单的时阵，才别空。经过调查，受害者竟然有30个囡仔。那这台南地检署30侦结，按照《児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对这现场的老师起诉，请法院就要给判重刑。补习班大门关条条，看起来那像真久无人出入。台南官店这间补习班，因为现场的老师涉嫌对2019年开始，那伫补习班的便所藏摄影机偷袭，过趁改作业，也是查某学生困倒的时阵，对因乱摸乱扫。这样不输几个行为，伫咧去年9月，有查某学生伫学校写性平学习单，学校发现代志无对当，通报教育局，检警亲自调查，才规个别空。要求补习班即刻停聘行为人，同步完成行政调查。并于114年12月31日提送不适任认定委员会审议，认定终身不得任补教人员，已登入全国不适任教育人员系统。调查表就不止现在在那边的学生有填，全校哦，甚至连就是往前好几届、超级无敌多届的也都有寄调查表去通知。代志别空了后，补习班已经停业，人嘛无住伫遮。附近民众讲，补习班生意一直真好，毋捌出过啥重大代志别空，大家拢惊到。检控表示，透过影像比对，甲受害者出面说明，受害查某学生有30人，因为嫌犯一开始无认罪，甚至佫私底下去找受害者，造成2次伤害。检控认定嫌犯恶性重大，30侦结起诉，按照《小性剥削防治条例》，向法院求处重刑。透过手机观看女童如厕。共截取25名女童如厕的性影像画面。另外，曾经利用2名女童午睡的机会，拨开女童内裤，以手机拍摄女童性器官的照片。根据手头摕到的影像，检方讲，嫌犯上早犯案时间对2019年开始，因为有的画质无好，画影片已经互拆掉，会当确认的受害者敢若30名。教育局表示，针对受害者会启动辅导关怀，同时全面清查是毋是也有人受害。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台大病院的妇产部传出有医生性侵查某病人，或者是性骚扰住院医师的歹代。监察委员调查发现，台大病院、台湾大学甲卫福部内部处理有真侪问题，通过提案纠正这3个单位。台大病院妇产部黄信英陈思源两位医生，伫2021到2023年中间涉嫌犯性侵、性骚扰案件。监察院展开调查，利益通过提案纠正台湾大学、台大病院甲卫生福利部。黄信盈他还给他如期完成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在当中呢，他还是有做诊疗的行为。卫福部应该要以本案为戒哦，然后尽速完成相关的法戒。监察委员调查前妇产部大院医生黄信英是用性功能测试做理由性侵女病患，案发了后，受害人已经请亲友报案，若台大是无急诊场迄性骚扰事件有效隔离方案，互黄信英再一届来接触被害人。另外，台大病院展开行政调查了后，讲因为无法律的依据，所以共款互黄信英完成妇产科大院医
师的训练，这中间佫接触侪病患。台湾大学就说他初步决议说，他不需要暂时解聘，用这个师生关系，没有考虑到他其实工作场域的关系，他是医病在。另外，台大病院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是用公务上权势机会性骚扰住院医生。台大病院调查了后，对伊做出禁制处分，伊却无咧信道，真侪届联络被害人。另外，因为陈思源同时阵有台大医学系教授的身份，专案经过台大病院考执会记一支大稿了后，佫需要送台大来做上后边的决议，这过程实在是足高工。临床上的同仁对于这些性平观念需要再强化，那么也要鼓励呢 speak up。要讲出来，那么，所以我们会强化的是这个教育啦，对于监委相关的这些建议我们会逐一的来说明、跟厘清、跟加强，这样目前还没收到正式的来函。台大校方嘛回应，未收到监察院的来函，若收到了后会阁讨论。若监委嘛提醒，即马医师挺界法制欠环形的联络机制，所以卫生局无法度知影，无法度及时来启动医师的挺界听书，嘛建议要建立主动的通报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阿里山乡的李家达邦也个鹿野村呢，最近接有这乌熊走去因的工寮，翕到影相，因怀疑讲是同一家。林保署家己分署设定2个城南啊，还有做作的腊人协会呢，拢有来斗协助，再去接到民众通报，讲有掠到一只乌熊走入去陷阱啊。他才刚下车，他就听到很大声的声音，在那边有挣扎的声音。结果他一看，原来是那一只黑熊中了这个猎人的陷阱，就在他家旁边大概10公尺的地方。乌熊中陷阱的所在离邻家厝可能10公尺，也烦恼讲这乌熊会脱逃。村民是拢赶紧来介护，也通报林保署相关单位。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把这只乌熊麻醉了后带走，按算带到搁较深山哪来所在野放。伫咧去年9月呢，这桥头地检署查出讲，前高雄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陈进达，也有前经友会姓黄的站长，组成不法集团，伫咧高雄大树乱倒废弃物。检方提起公诉，这陈进达承认犯案。不过，这2个人一审了后，法院却来裁定交保，检方决定要来控告。也伫咧北部地区呢，有一个已经退役的志愿役军人，做兵期间，伊知影讲倒位有这废弃的营区，伊无牌照，竟然去共冒这事业的废弃物，偷偷倒伫一寡营区内面，而且伊有搁甲人做诈骗的工课，互检方求刑12年。行动机构对下较深澳，这个红公果划定的山坡地保育区，红到232905公尺的营建事业废弃物，这是前高雄地检署检察官陈正达为首的不法集团做的。伊和前经友会姓黄的站长，和车头司机和现场的管理人员斗空来犯案，不法的得利要5000万。桥头地检署进前提起公诉。如果在审判中能依其承诺，将废弃物清理完毕，请法官量处适当刑者，令被告黄某辩称未因本案犯行而有任何获利，难认犯罪之后态度良好，请予从重量刑。检方表示讲，陈正达捌做检察官，过去犯贪污罪去坐监，关出来了，更较应该守法，却因为私利伤害环境，考虑到伊专程是承认犯行，才更且量处适当的刑责。但是伊和姓的被告一审的时阵，法官说裁定交保，互检方不服，会提出控告。北部嘛有非法变物件。干什么？发现着这台货车，警察随过去掠人，因为嫌犯无照伫废弃的营区黑白变事业废弃物。会增设相关的执照，并招揽逃逸的太极劳工，将废弃物运往废弃的军营弃置。这个伫桃园的冰镇和优美高会营区，赶快互警察查出有人恶意伫遮变废弃物。垃圾是有啦，时常在倒啦。这个里面阿边哥也清了好几次了。我本人每天在散步散到前半年我不敢来，为什么？都很臭啊。
刑事局表示讲，主谋姓陈的嫌犯捌是志愿役的军人，伊甲做兵的时阵，知影的废弃营区当作是搭物件的地点，因为伊嘛捌和现役的军人合作，结合境外的诈骗集团，骗国人去海外做工课，造成对方互关起来迫害。新德地检署认定伊恶性重大，具体求刑12年。记者综合报道。轿车平台部派遣这多元计程车司机姓林的查甫人，伊煞进前伫咧台64线快速道路，甲乘客拼伫咧半路，害这姓温的查甫人互车搞死。报发声明会室内强调，司机已经停权处理，配合调查。台北市公运处表示讲，经过调查了后，司机加入1间以上的车队已经违法了，会开罚报平台合作车队3万块。目前专案检警继续伫咧侦办，这姓林的司机涉嫌违纪致死，以20万交保。台64线乘客红弹落车的现场是2线的车道，上外口是有路径。行车记录器的时间显示，代志发生的迄天透早2点07分，乘客上车，10分钟了后，车底有一寡声音，也有姓林的司机提醒的声，了后有奇怪弄着的声，也有司机大细声咧喊。2点19分，乘客红弹落车，全程这个姓温的查甫乘客拢无讲话。事后司机打电话报案，不过这个姓温的乘客已经不幸叫后壁的车搞死。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意外，也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学，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说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都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同学。他在1点19分回我，我是蛮确定他在当天的凌晨1点19分以前都是清醒的。王成者因好朋友讲，当事人伫迄天饭店过点外的时阵，还阁有回社群的信息，讲真清楚，而且要送朋友回厝，伊才搭姓林的司机的多元客停车，背回司机指控姓温的乘客食烧酒醉这个讲法。派车的北台波特表示，对这个严重的事故表达悲痛甲唔甘，不过因为案件进入刑事调查的庭事，会全力配合调查。波特讲，第一时间知影这个事件了后，已经甲这个司机停权。台北市公运处指出，这个姓林的司机甲乘客等落车，还有伫快速道路临时停车，拢已经违法，而且伊加入的唔那一个车队，会甲有甲波特合作的车队裁罚。客运服务业它没有善尽管理责任的部分呢，开罚的金额是会在3万元，车队还是要负相关的一个管理责任。违反公路法的情形，最重的罚款可以到9万，那并可以视情节，最终还可以废止他的营业执照。交通部强调讲，车队无尽管理的责任，上当会当废照，而且目前专案已经进入司法庭事。检察官原体认定这个姓林的司机有过失致死的罪嫌，不过调查了后认为讲，有可能涉及因为甲伊等落车致死伊死亡，而且伊第2届到案说明，而且甲交保的金额提悬到20万，目前也无限制出境。记者综合报道。计程车教师工会指出讲，最近有乘客互并伫咧车路煞互搞死的事件，就是凸显讲这轿车平台无列入去运输业的管理制度出现这款的空隙。法规干啊规范这车队和司机，实际上咧派遣的轿车平台却是无法律来解处罚，还有交通部爱检讨，而且爱修法保障乘客安全。2025年5月，台北市北发生有一个13岁查某学生。坐多元计程车，也因为伊要改停靠的路线，所以互人等伫咧路边，互一个女学生惊到。昨嘛个发现有一个查甫人被等伫咧第64线快速道路互车搞死。国内轿车平台多元化，严顾旅客坐车安全无保障，也无法度叫平台负责。计程车教师工会讲就要修法。他们只有告知我跟这个系统哪个系统合作，可是营运计划书里面政府的规范里面并没有去说。那车队跟系统合作的时候，他们的权利、义务、责任是什么？可是发生事情的时候，这些怪兽、这些有钱管事的人，他们却可以因为法令对他没有规范，他把车队挡在前面，所以他不用负任何的责任。而市面上主流的多元计程车轿车平台，因管理车队方式分做2种，像台湾大车队、大都会，也个这群行起的钥匙，拢是因家己的车队直接管理。因若像 Uber 也个 Bolt 是平台商加几类车队配合，而这卖法定只敢规范计程车队也个车行驾驶人，轿车平台无法通管。那营运计划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包含这个派遣系统，还有一些营运方式的一些相关的资讯。这样子，轿车平台的责任还是要看说他跟车队的合作关系的契约的内容核定。
国外更有规范系统商，像 Uber 伫日本就系甲专业的计程车公司合作，只敢若提供媒合作用，无参加定价。因为后壁真侪所在是规定平台的责任就要遵守联邦甲国际的法规，包括消费者保护甲安全性规范。因为平台跟他们之间可能不是一个雇佣关系啦，就很难去说要求负连带责任哦。有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如果可以可能透过保险的机制来把分摊的一些风险，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方式。对，可能涵盖的这些风险里面也要做一些负担，规范这些平台业者的权利义务的时候，我觉得在法律上是可以来做一些研议跟讨论。学者认为，消费者伫咧选择系统商了，对方就义务提供安全保障。另外，交通部强调，若是系统商甲车队合作的形式，有委托管理的责任，平台就有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造的畅水南海群号站进行头一届的渐行测试，今早起搁再出海，风声是要挑战畅100米深，下晡顺利登来。专家观测讲，这海群号应该有完成20公尺的潜望镜深度，未来除了畅愈深以外，也会测试水底噪音声纳等功能。也认为讲，这台船应该爱甲这畅水南做好势，无需要赶伫咧6月就交船。30载起，国造江舰海军号，予人看到出现伫高雄港，伫20创第一遍渐行畅水的里程碑。海军号连续2天出海，现场看到海军号驶出港，搁在进行渐行测试。载着个人的期待，海军号下昼顺利回港，也传讲这边渐行要挑战畅到100公尺深。看起来都很顺利，对。尤其是像他们在航行啊，在转弯的时候啊，那个丝滑感觉，对，一下子就转过去了。潜舰最重要的就是逆中，就是在海底它必须安静无声。那整个船壳它的焊接工艺，跟它在这个水底各种应力、压力的交错之下，会不会产生不同的声音跟舰体的反应？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测试科目。海军号的测试进度前调，怎么完成水密、电力、液压等填港测试，一个海上普航，包括航行、摄像、安全加避患系统。今年是渐行试畅水的深度、稳定性、逐步耐压这块，过来是测评测试，就是续航力、水下噪音的系统整合。上尾来做件测评就要操雷，就是武器射击，拢总顺利才当交船。潜舰的部分来讲它是感测器是靠声呐那武器是靠鱼雷跟飞弹那未来不只是声呐系统，甚至连导航系统，或是说鱼雷的测试等等武器系统整合，都是未来要测试的方向。专家讲，海军号将会参考20公尺的潜望镜深度，过来是150公尺造舰的深度。另外，水下机电仪、声纳系统，拢是所落来测试观测的指标。祝福一切都顺利成功。那但是因为海试还没有完成，所以都还没有办法动制。不管是我们后续舰的建造，还是我们现在国防的预算，他们用什么军人加薪等等之类的方式呢？不断的去阻挠现在预算的审查，导致国军没有办法继续做好他的军备。台船怎么要拼6月交船？测试的进度关系到有损改动。市家心讲，可能就要等到年底才发到交船。新北洋是希望调下爱支持国军，国防有损唔通搁拖。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是本会期最后一届议会，包含着东山条例、为公法、主体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等等呢，是拢三读通过啊。另外，民众党团家己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确定复位，那行政院版本的是也无进度。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批评讲，迄是不得不切的替代版，强调只有通过行政院的版本，才是真正建立国防所需要建立。修正通过。会期上尾一摆议会，立法议长韩国瑜的对讲落去，三读通过主体法、东山条例和维持电视广播法修正案。内面主体法修正项目是包括明定社体应该提供至少20%的比例，说服新婚2年来也是有未成年囝儿的婚育家庭，和内政部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申请登记平台，得到哪6被共同支持。出席108位，赞成108票。
立法院嘛，3读通过维持广播电视法的修正案，改变从合作关系着中天电视台会当复台相关条文，内容包括接照从注销的维持广播电视事业，诉讼确定进程，会当继续伫原频道行使权利。另外，东山条例修正案内面对赋税组织的定义是增订捌隶属国家的无在处限。救国团自己提起的是否是党产的诉讼，已经在台北高院败诉，目前是最高行政法院审理中，赶在会期的最后天通过，想要改变法院判决的结果。大家想起救国团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象征，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下面叫，不但会假着这个转型正义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实。今天国民党与民众党要还救国团公道。伫会期的上尾一天，国民党团唔能发话讲，执政党爱较紧互级别性的新型预算会当顺利通过。对各项特别条例，民众党提出的版本是确定复位审查，但行政院的版本同款轰动落来，部分期中心爱罗总统来国会说明。1.25兆的军购，事实上全国的国人呐，不是1.25兆啊，连后续延寿跟维修，总共是将近4.5兆台币。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必须跟全国国人讲清楚。虽然在野党提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替代版，抄抄写写的不替代版，但是唯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完完整整的特别预算，才能让我们筹组一支先进、精准，能够跟得上新时代的强而有力的战斗部队。行政院批评讲，无得管国家真正需求的政治操作，一定会延误国防建军的基定。这个民众党团的草案，唔但会互台美的军购加派实行，更严重影响台湾英雄的战力。中心去年11月27就送到的正义版，爱经复位。记者综合报道。这飞碟执行长黄金芬来到台湾是第2天，行程排满满。今早起出客一个飞碟的南港新办公室，也安排含这鸿海董事长刘用为见面。另外有风声讲，飞碟除了北市区去台湾总部，也有伫咧考虑设第2个总部，地点无排除就是伫咧洲美国小议定地。黄金芬就讲，听起来袂歹，非常有机会。因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若做飞碟有需求，台北市政府一定会全力协助。Second one sounds good. I like it. 飞碟执行长黄金芬一句话，搁互外界想象的空间，因为有媒体报道，飞碟有打算伫台湾扩建第2总部。波翔辉达要在台北市增设第2总部，地点可能就在这块中美国小预定地，距离北市科总部基地车程大约5分钟。伫北市科西边的洲美国小议定地，面积4.68公顷，土地4正，甲飞碟 T17、T18基地离差不多1公里半。真正飞碟总部选地点卡关的时阵，备案就包括这块土地，而且土地使用的分区是学校用地，地包单纯。台北市府会当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提供予飞碟使用。We should have as many as possible because we have many employees here. And we have many supply chain partners here and many customers here. And so the amount of work that we do here in Taiwan is growing very fast. Possibility and maybe even probability. 飞碟伫台湾的规模愈来愈大，针对第2总部，黄金芬话是讲了真保守，当地里长对飞碟可能进驻是乐观其成。北投这边有一个像样的的城市感觉科技城市不要老是让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农村的生活。目前没有相关讯息，但如果辉达提出需求，我们一样会给予协助。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持正面的态度，也若当时甲黄金芬见面，伊讲理解伊行程真满，会甲辉达保持联络。很难得的这个活动嘛，一定会参加。黄金芬这届来行程嘛真满，来台湾的第2天，甲鸿海董事长刘用伟见面。暗时参加飞碟的买价，拜六会阁举办吊冠宴，了后就会搭飞轮机登去美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天气，讲到这拜六礼拜天气呢，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开始呢天气是湿过冷，后礼拜2水气才会大大减少，后礼拜3了后温度才会回温。这几天呢，这3000公尺以上关山有机会落雪。这2天侪份好天的天气，你要变天啊！气象署表示，对拜5开始，云的量慢慢变济，部分的所在就会开始有雨。到拜六冷空气路南，加上透东北风，天气会变成淡淡湿湿，温度嘛会降低，一直寒到后礼拜3。那这一波冷空气预估
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会是在2月1号周日一直到2月3号的清晨，也就是周日到周二清晨这段时间。那要比较留意的就是在低温的部分，各地的低温大致上会在这段期间是落到13到15度左右的一个情况。气象署讲，拜六到后礼拜一，中部以北含东半部拢会落雨，尤其北部雨会落较济，落雨的时间也较长。后礼拜2开始，水汽就会慢慢减少。中部以北，其实整体上来说都会是逐渐转为有短暂雨的形态，而且降雨的方面会是比较普遍的。那在东半部地区，其实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现象。那到了南部的山区，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下周1、2号的时候，还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不过水汽上来说会有稍微减少一些。气象署也表示，若是水汽含温度有配合着，拜六暗到后礼拜一，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可能会落雪，提醒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今日完成全线铁轨路修接，这个铁路地下化工期呢修正3届，完工的时间延到2031年。交通部按算第一阶段今年底新通车，那台南车头新的地下轨台也会先来启用。火车隧道内工人用电工落去下小连起来，这段若完成，是铁路地下化真重要的所在。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30完成正式的铁轨路修接，隧道内底全面采用有多扎连续长换光的铁轨路设计，嘛结合控制正度的技术，降低火车驶时会真大声。因希望伫今年底会当顺利通车，到时台南车站第3先启用新的地下月台甲铁轨路。我们会加紧赶工。我们会赶在今年的年底之前，让台南的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让台南的都市的这个缝合能够正式的来启动。台南铁路地下化全长8.23公里。第一面的铁轨路拢地下化，迈过加林森站、南台南站等地下通行车站。不过工程推动的过程有拆除抗争、污文化资产的代志，加上这几年欠工价不计波动影响，所以进度调整几摆。原本2016年要完工，第3届修正了后，行政院核定整体工期期间延到2031年。铁道局的同仁非常辛苦，中间要挖到古迹，又有一些地底的涌水，很多。自然这个景观的这个状况地质的状况都必须要克服，而且这次能够期待如期如职，真的是倍极艰辛。虽然第一阶段地下化通车时间有前着，不过地下铁轨路的修接了后，过来就是等地面的铁轨路清除，才个进行第2阶段的工程。交通部强调，地下化完成，并交到地当减23个，卖当互路桥袂塞车，市府的交通就会较顺。预定工期到底敢有法度顺利，嘛要看后续的进度甲品质控制。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市交通局统计，去年无人机违规有12件，互开罚单。提醒民众操作这无人机进前呢，要先注册确定飞伫咧合法的空间，避免飞到禁航区，影响到飞安也个公共安全。细细台啊，操作阁真简单。这几年无人机的活动愈来愈普遍，真侪人爱用无人机翕美丽风景，或者是记录家己的生活。会不会觉得最近玩无人机的人变多了？有哦，每次放假都会看到外面很多公园啊、绿地都会有很多人在玩无人机。自己会想要玩无人机吗？如果去到那个山上，还是因为自己有会去爬山，我觉得山上有一些美景的话，会想要无人机拍。无人机的考照甲注册作业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伫咧核定甲办理。那县市政府是负责已经公告禁止或者是限制区域内面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的申请受理，抑个违规裁罚。交通局统计，同期112年处地罚2件，113年3件，拢是个位数。去年是增加到12件，创2年来的新高。依据民用航空法，那如果违反的话，则依该法第118条之1至3裁罚3至150万。那由民航局以及各县市政府依法规裁罚。那情节重大者得没入无人机。
对去年无人机的违规裁罚，高雄桥讲主要是无人机无注册，机身无标明注册号码，或者是无依照公告的限制科学时间进行飞行活动。希望民众伫咧操作无人机时阵，千万唔通违规，也莫飞入去禁航区，影响飞安甲公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太空中心和法国在台协会合作，举办2天的台法太空创新创业科上台湾站初赛。参赛队伍要以太空国防安全为前线和团上驻安定议题，设计出有可行性会当发展做商业模式的方案，也会队伍呢会当代表台湾去到法国参加决赛。小组的成员是专心讨论安怎建构一个关于太空国防安全的方案。若是拄到困难，阁会当当场和专家来请教。这个小组的成员是对机械这领域来的，因对太空科技是充满热情，才来报名。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然后政府在国防的预算上面都投入非常的多，军工跟现在很红的无人机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个比赛是欧洲太空总署和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做伙创办的比赛，为了培育台湾太空产业发展的人才，国家太空中心和法国在台协会合作举办台湾站的初赛，和参赛队伍是较有兴趣的太空科技的主题，设计有可行性、商业发展性的方案，都队伍开发维持信号团上的主要方案。主要想要做就是从地面接收站到卫星的一套安全防护平台，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设计出一套流程。那训练之后，你未来可以投入太空相关的产业，那让当做台湾太空产业里面的一个新血。事实上，台湾和法国在太空产业的发展上有真侪合作。国家太空中心指出讲，这些时阵参赛者会当使用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的宝贵维持数据和技术资源。我们跟法国第一次比较有深入的交流，大概是在1999年。那我们的福卫2号是由法国的厂商承制。I know that what you are going to provide will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 source of pride for Taiwan. 今年度的比赛有超过66个城市，4500个以上的参与者来参赛。国家太空中心表示讲，初赛赢的队伍按照4月初会到法国来参加决赛。得冠军的队伍会当得到技术的辅导，阁会当摕到创业资金，投身太空产业内面，嘛替台湾的太空产业的发展来亚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烦恼的清洁队，因的粪扫分类做甲正又分50多项，所以增加这厂商回收的意愿，和粪扫变黄金，增加公所收入。连这环境部也让专工来了解。清洁队员甲分类回收倒来粪扫，按照国较有的项目，搁一摆来分类这的粪扫。家己管烦恼乡清洁队粪扫回收分类的项目50项，到底是安怎做的？环境部的环境管理署署长专工来参访，要来了解实际执行的状况。整个厂区的规划相当的良好，尤其是我们环卫乡公所将资源回收物分50类以上，这是大概是全国最细分类做得最好的地方。环卫乡公所指出，原地回收场空间无够，透过环境部经费的补助，开3600万的经费。门内外发军方无使用的军火库改造回收场，佮因为这个所在真宽，才有法度甲回收的物件做第二处的拆解，找到内底有价值的回收资源。电脑里面可能会有我们的 IC 板啊，还有我们的电池啊，然后还有电线，就是把它们拆开。模拟里面它有 IC 板，跟我们电线，还有铁，还有一些还有金属类的我们可以去拆解下来。去减少一些的垃圾。清洁队表示，甲回收分类的粪扫，搁拆开做较幼的分类，真正爱开队员袂少时间。但是会当为拆出来的物件当中，搁找到亲像贵金属这种有价值的物件，毋若替粪扫来减量，嘛互这个回收场加做环境教育上好的示范基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的一年特别到啊，真侪人会去庙里点灯，也因为民众需求和时代变化，即马连宠物也会当点灯甲收惊。新北市动保处特别整理出来，伫咧新北市有9间庙有提供即款的服务。道士点香，准备要来甲狗仔收惊。道士讲，不管是人也是动物，只要有性命，拢有原性。所以即马有真侪民众会带出来的宠物去收惊，甲点平安灯。狗仔的主人表示，伊已经连续替厝内底的狗点灯4年啊，也感觉点灯有差，
点灯了狗仔有较乖。会觉得虎也有在保佑啦，然后再加上说它目前到现在都很健康，点跟没有点的差距，我是觉得真的会比较乖，我觉得比较乖。生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生病，连感冒都没有。有伊的原型，伊嘛有伊的运，所以讲伊的运咧，咱就是用这点灯来照亮着伊这个生命，伊的原型的光彩。既然甲是生命，伊就是讲甲咱人同款，伊嘛去惊着，嘛受讲咱爱甲受惊。新北市是指这间庙的主委表示。宠物点灯，甲一般的民众同款，会阁加一个平安符。庙有传200外个宠物平安灯的定位，即马已经立要满。庙嘛甲新北市动物保护处合作，鼓励用领养的方式代替买卖。3月底进行领养，也会当抽平安灯。饲主他会担心宠物的健康，跟说，我带回家没多久会生病，会干嘛？他这次动保处想说，就跟我们配合。来领养宠物，来抽平安灯这样子，他希望宠物带回家就平平安安长大。因应民众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新北市动物保护处也特别整理清单。伫新北市有9间庙有提供宠物点灯的服务，点灯的收据留起来，阁会当去动物保护处免费注小狗病预防射，让宠物平安阁健康。记者陈心栋、王志光新北报道。刚要登证的道教东方白鹳最近伫咧云林有网友通报讲，这个云林轮背卖了电厂高压电塔顶悬伫遐做收。当地保育协会表示讲，希望用电无受到影响情形之下，莫甲这东方白鹳的收拆掉。那种有生态行为，会成做台湾保育史上真重要记录。身体长度超过100公分，要登种的保育类东方白鹳，顶是背的跨度会当到200公分。最近，互云林的农民发现，当伫咧云林仑背乡的卖料电厂高压电塔顶面假收。当地生态保育团体望伫咧无影响用电的情形之下，通保留互东方白鹳完成生态补能。东方白鹳现在正进行着筑巢的工作，也就是接下来的繁殖。那这个对东方白鹳的保育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尤其在除了东北亚以外，台湾应该是第一次，也是首次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被我们发现。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鸟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它保育起来。屏东科技大学鸟类专家孙元芬指出，全世界东方白鹳的数量敢若大约剩2000只，也若前几年卖了捌有2届生态成功的记录，有6-7只的东方白鹳会出现伫落水溪出海口找食。那加上咧台湾多档的东方白鹳，全台湾敢若10多只。其实我们一直很想要去知道说，在台湾繁殖的这些个体是不是就在台湾四处到处游走，对，然后。所以我们想要透过我们自己过去的专业去追踪用卫星追踪的方式去了解这些个体它们扩散到什么样的地方。东方白鹳的习惯是伫树顶假收，孙元芬也表示，即马出现伫高压电塔顶面假收生态，一定有风险。也若世界各国拢咧全力保护，希望会当伫台湾记录到假收生态补能甲成长的过程，这做台湾保育史重要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委内瑞拉呢，预告通过石油和天然气改革法案，放任石油产业国营的限制，允准外资开采卖石油。和外在当作是呢，伫咧回应美国要求，才来通过这个法案的。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表明讲，会开放委内瑞拉天顶所有商业空隙，美国公民真紧就会当达到委内瑞拉的土地，因为遐真安全。委内瑞拉国会议长何希也是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大兄，伫表决了宣布石油甲天然气修正案正式通过。石油产业投资限制伫委内瑞拉已经实行20年，甲国营事业转做私有化，毋但是准外国的私人企业开采石油，也可以让自由卖。这是前总统马杜罗和美国掠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宣誓就职了，回应美国要求所通过法案。del presid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Donald Trump, y de su secretario de Estado, Marco Rubio, donde se informa que en el marco de la agenda de trabajo de la cual hemos conversado y hablado, estamos dando pasos importantes y estamos hablando de que cesen las restricciones
en el espacio aéreo comercial de Venezuela. Que vengan todas las aerolíneas que tengan que venir. Que vengan los inversionistas que tengan que venir. Hoy nosotros también recibimos, como hemos estado recibiendo estos días, empresas transnacionales, petroleras, de Europa, de Asia. 美国航空公司也宣布计划要恢复飞委内瑞拉的航班。川普讲，甲委内瑞拉关系正紧密，怎么行伫委内瑞拉的几啊路，拢看到有人伫咧下美国国旗。或伫美国迈阿密的小委内瑞拉社区民众正激动。American citizens will be very shortly able to go to Venezuela, and they'll be safe there. It's under very strong control, and the people of formerly of Venezuela, some want to go back, and some want to go back to visit,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川普讲，长期拢依靠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古巴，将会对美国的安全甲外交政策造成重大威胁，所以搁再签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若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卖或者是提供石油给古巴的国家，拢会和美国国家扣关系。公司新闻深度配编译。美国总统川普讲，伊亲身去说服车罗西亚总统普京，是因为最近当咧极端寒流，即礼拜先暂停卖攻击乌克兰，尤其是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感谢，不过这罗西亚方面呢，并无来证实。美国总统川普伫内阁会议顶头讲，俄乌即马面对着破纪录的低温，伊亲身敲电话给普京，要求罗西亚伫咧即礼拜暂时卖拍乌克兰。川普讲，普京已经同意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发表谈话，感谢美国吹潮，嘛讲即届停火对着修理派去的能源设施是介重要，啊毋过效果爱搁观察。They're being hit with proportionately the kind of cold that we're being hit. It's much colder in Ukraine to start off with. But it's really cold now, and he agreed to do that. We appreciated that very much. Дякую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за зусилля, щоб в цей час зупинити удар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що Америці вдасться це. 这波寒流，互原本就已经欠电的几乎是准破偏具对头风，真侪工具烧气拢已经无啊，厝内面是光甲死准。未来这几天低温会来到摄氏零下24度，当地志工是袂惊寒，继续发烧呼呼的食面，互民众食。志工讲，希望互寒冷的天会当感受到温暖。Щоб він тебе зігрівав. І коли ти будеш його мати, цей вогник, він буде зігрівати оточуючих навколо тебе. Це дійсно працює. 美国甲乌克兰是正面回应，啊，毋过克林姆林宫发言人面对这件代志，伊是无要回应，干那讲俄乌按算伫2月初1伫阿布达比会举行新一轮的会谈。Там будут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до дня встречи, д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 будут модальности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ч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по сути это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т. 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сделают так,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дел. 虽然这摆因为天气无好，暂时休兵，啊，毋过敢做会到，大家也毋知。伫咧零下低温的考验之下，任何形式的停火对着乌克兰的兵民来讲，拢是一线的生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国际贵金属交易市场，印度是排伫咧中国后壁第2坎高买的国家。就算这黄金的计数大起，印度人同款是照买。去年黄金、白银的进口数量打破历史纪录，今年恐惊会愈多，就惊讲买遐济会引起贸易逆差含卢比变薄几率。印度政府可能会用较悬的关税来应对。来看全球上爱买金马的民族，一个是华人，另外一个就是印度人。对因个人的喜庆节目，一直到较大的文化含宗教庆典，印度人拢会当找出理由，一定要买黄金。जब से मेरी शादी हुई जब से गोल्ड ही पहन रही हूँ मैं। अभी मैंने गोल्ड की चेन खरीदी है 3.5 तोले की। हाँ, अभी मैं रिंग लेने के लिए आई हूँ और गोल्ड खरीदना मुझे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गोल्ड खरीदने में और गोल्ड लेने में आपको क्या फायदा नजर आता है? क्या बेनिफिट? नहीं, फायदा बेनिफिट कुछ नहीं है, मुझे पहनना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去年开始，在美籍风险升悬、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的这种气氛的带动之下，黄金是敢若抛物线起到有够强。最近阁是连续9个交易日，继续是一天比一天阁较悬，而到是冲起伫每盎司要5600美金的天价。
印度的黄金和白银的消费在全球市场是第2名和第1名，而且是完全靠进口。去年黄金的进口量就比前一年增加1.6%，来到589亿美金的规模。白银的进口数量是大起44%，来到92亿美金，两个拢创历史新高。换算起来，去年1/10的外汇存底拢贡献给黄金、白银，这嘛引发贸易逆差和卢比落大的走心。暗算印度政府会提出高关税措施来应用。若是安尼，黄金伫印度市场的售价未来是一定会更较悬。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5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4度。天后金马马祖对11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